喺好多家庭入面，生老病死呢個話題，好似係一個大家都會避開嘅忌諱，因為驚意頭唔好，或者怕尷尬，好多時大家都會選擇避而不談。但係如果我哋唔去溝通，往往就會忽略咗屋企人內心真正嘅需要，例如老人家嘅照顧安排，或者重病時嘅醫療選擇，甚至係急救安排同身後事點樣處理，呢啲都係非常重要嘅決定。如果到最後先發現大家嘅心願唔一致，就好容易會留下遺憾。好多時屋企人係因為驚得罪對方，所以先唔敢坦誠講出自己嘅諗法。其實生老病死係每個人同每個家庭都必然會面對嘅歷程。及早開始溝通，唔單止可以減少未來嘅衝突同後悔，更加可以確保所有嘅安排都係真正符合當事人嘅心願。雖然大家都知呢啲嘢重要，但受傳統文化影響，真係傾落就唔知點開口。我哋成日唔知點樣用一個自然嘅方式去表達對屋企人嘅嗰份關懷。呢個時候，一位受過專業訓練、充滿同理心嘅引導專員就可以發揮作用。專員可以協助屋企人打破心理障礙，令大家喺一個安全、輕鬆嘅氣氛下展開對話。透過一套清晰嘅流程，專員會引領家庭成員慢慢打開話題，令每一位家人都可以平和咁表達自己嘅諗法同埋對未來嘅期待。最重要係理解彼此內心真正嘅意願，唔使再靠估。大家可以坐低一齊商量，為未來嘅日子做好最周全嘅準備。咁樣嘅對話唔單止可以減少屋企人之間嘅矛盾，仲可以為全家人帶嚟一份難得嘅安心，達成最後嘅共識，令家庭可以喺愛同埋尊重嘅氣氛之下，一齊迎向未來。其實，規劃生老病死，亦都係一種對家人、對自己負責任嘅愛。唔好等遺憾發生，由今日開始，試下同屋企人展開呢場真誠對話。如果你覺得難開口，我哋嘅引導專員隨時都可以提供協助同支持，一齊為未來做好準備，令愛可以延續落去。祝願每一位朋友都能夠喺尊重同共識之中，擁有一個安心嘅未來。下次見。